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5，诗篇第5篇第3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，煞要了梦。三甲来祈祷，早起时会听阮的声，互阮通对你摆列心意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伫创造世界以前，就已经听阮、竞选阮，互阮通成做你的儿女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愿要深深向你献上称颂甲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为阮的性命施了一切恩惠甲疼痛，互阮伫每日拢通领受你的恩。主啊，阮要献上阮的尊重、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伫一天的开始，阮将心中的祈祷、懊恼甲渴望，拢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主，你欢喜听阮的声。求你接纳阮的祈求，也查验阮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愿要伫你的面前，全然无惊吓，将烦恼挂虑的交托你。也献上阮的全灵来感谢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